全世界好多地區咧生育率咧持續下降嘅，尤其是係我哋咧身處嘅同埋鄰近嘅東亞地區，成為咗全世界咧生育率最低嘅地方之一。好多政府咧都拗爆頭咧諗方法點樣提高生育率，但係咧似乎都冇乜成效。最近咧我睇一本書咧係2年前出版嘅，個名叫做 What Are Children For？ 咁咧係2位年輕嘅女性嘅哲學家所寫嘅，其中一位咧個名叫做 Anastasia Berg 伯克啦嚇，佢係一位啱啱做咗媽媽嘅女性哲學家。另一位咧就係 Rachel Wiseman， 係佢嘅好朋友啦，同埋佢嘅女嘅教母啊 Godmother。佢哋指出咧，好多人咧對於生細路仔或者養細路仔感到猶豫咧，好多時都係搬出一個理由，就係認為呢個世界太差啦，尤其是生態環境啊，人類非常自私，破壞地球啦，政治又一塌糊塗啊，咁點解要生個細路仔出嚟等佢受苦呢？嚇？佢哋認為咧呢種心態咧反映喺一種咧喺近年非常之流行嘅小説以及電影嘅類型啦，佢稱之為咧 climate fiction。喺我哋香港咧，我哋比較熟悉嘅咧就係一啲荷里活電影啦，好似咧未來水世界啦、明日之後啦、雪國列車，同埋幾年前都好流行嘅沙丘瀚戰，前都好。故事裏邊咧通常都係一片荒漠啦，或者係廢墟嘅，裏邊係冇乜角色咧係扮演住英雄去拯救世界嘅，反而咧係裏邊嘅人咧係覺得無力去挽救呢個世界啦，甚至對自我同埋呢個世界咧充滿住憎恨同埋自嘲嘅。呢2位作者就稱咧呢種觀點咧係一種反生育論 （anti-natalist） 嘅一種宿命心態。咁咧同時咧亦都有啲人咧嘗試去反駁呢一種宿命論嘅，好似咧幾年前咧有一位嘅哲學家叫 Tom Wyman 啊。咁咧同時 Wyman 咧引用一位好出名嘅哲學家嘅觀點，佢就係 Hannah Arendt。佢認為咧人咧唔單單係一個由生到死嘅有限生命個體，而且亦都係一個咧有孕育能力嘅個體。佢稱之為 natals， 即係話咧我哋人咧唔會被過去所限定，我哋咧係有機會係扭轉一啲過去唔啱嘅嘢嚟創造新嘅可能。Wyman 認為咧同樣道理，無論你有冇生有冇養細路仔都好啦，你都會有期望喺下一代，期望佢哋咧係能夠創造新嘅可能。呢個係我哋有限生命裏邊嘅一種救贖。Berg 同 Wiseman 咧認為咧 Wyman 嘅睇法咧係並唔足夠嘅，因為咧佢淨係指出咗我哋有能力嚟去想像、去期盼下一代，但係咧冇講過點解我哋應該要期盼下一代。佢認為咧我哋能夠期盼下一代係有2個條件嘅。呢2個條件之一咧就係第一個，我哋認為咧當下同埋未來咧係唔同嘅，而唔係咧不斷咁去重複嘅。第二咧就係當下同未來咧之間咧係有一個共同點嘅，就係一啲我哋喺我哋嘅生活、我哋嘅生命裏邊咧能夠確認嘅美善嘅東西，佢稱之為 goodness。而呢啲嘢咧，我哋會期盼咧，我哋會相信咧，佢喺未來咧會更加彰顯出嚟，而構成一個更加好嘅未來。呢種美善咧就唔係話你帶嚟更加多嘅財富啦，或者更加高嘅 GDP， 甚至咧唔係話咧減少咗污染嘅問題，因為咧呢一種嘅美善咧係存在於我哋嘅呢個活動裏邊嘅。佢咧無論咧佢個成果係點，呢個係唔係重要嘅，而係重要咧就係你經過呢個過程係最重要。佢哋舉咗個例子就好似友情咁樣，你同朋友嘅互動多咗，並唔會係話會消耗咗原本嘅嗰樣嘢嘅。反而咧係會增加咗友情嘅價值同埋意義，而呢一樣嘢咧係會令到你覺得你嘅生命咧係一個值得過嘅生命啦，甚至值得你去委身、去爭取、去追求嘅。所以佢哋認為咧，你覺得自己應唔應該生細路仔咧，係同呢種想像係有關。呢種想像咧可能並唔會帶嚟一個確定嘅結果嘅，並唔係一定會保證咧你一定生細路仔之後呢個生命會特別好嘅。不過佢係令到你擁有一種對未來嘅期盼嘅一種希望嘅。